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网红小玉涉嫌用换面的软体技术，甲明星艺人、民意代表等等100通人的面摕来合成，做成本案影片，大赚乌心钱。目前已经知影有80多个人受害。律师讲，这个被害人针对家己的名誉权甲肖像权受到不法的侵害，拢会当请求到赔偿。所以，这个小玉说落来，恐惊会面临正悬的赔偿金。 向全天下的妈妈们道歉。因为网络影片虽然讲有争议，不过同款有真侪迷众。即马这个 YouTube 小玉涉嫌利用轻微技术，做一寡出名人的本案影片，被掠着时，佫怨叹讲做影片有够忝。伊安尼一直讲，互人无法度接受。不过伊用这款非法操作赚乌心钱。经过了解，要看这影片会员爱先纳400块入去开讲室，续来过付400块变成会员，就会使看50支5分钟的高人气影片。若要看完整版，就要搁纳1900块变成超级的贵宾。依照警方调查，上少有4500人改买影片，估计用这款的操作不法的所得有几千万。受害上少有80个人，若要赔，恐惊赔不了。他们本身曾经用他们自己的肖像，在其他的商演啊，或是广告啊，有收取一些费用，可以拿来去做佐证，说，其实我的肖像价值是多少钱？知名的这些人，他们本身的名誉是有相当的价值，所以因此受到伤害的赔偿金额也相对的会变得很高。 为着要阻止这款非法的影片伫网络流传，并且官方嘛再次重申讲，袂使伫面册发布依法接驳的影片。有关伫网络有遮侪换面的影片，警方不排除讲有其他人利用同款的方式伫犯案，所以会深入的追查。